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古种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迄天我去找阮知己的阿国啊，你知啦吼？伊的名甲我同一个国，伫咧北部广播界做节目，听众真多。电台边主持人啊，结果我一个你去尔，共款面有面干。我讲兄，但到底有个啥物代志咧操烦？啊，就顶摆甲你讲啊，去互对手偏偏主持人弄甲心惊胆吓。对啦，阿国兄捌讲过，伊咧做节目广告产品，伊是一个开销，伊毋敢望要趁到好业，顾目睭的一压1000，就勉强拍会过尔。人平平共时段，别芳别个频率的主持人，甲伊拼介绍3压1000、5压1000安尼咧写，一寡听众拢互揪去。讲到即句心惊胆吓，搁种原来甲你探讨一下。你若以华语的成语，咱汉文爱读心惊胆战，毋过安尼台湾人听无呢？毋则伫咧舞台顶做戏，才会小声老声，灵感变化，改一字改2字，用白话来去套，心惊甲胆吓，一个讲咱就听有。啊，我兄真感慨，伊讲我自本是想讲吼，生理，咱莫甲人硬拼，咱掠长补短。伊若咧广告目睭药啊5压1000的时阵，我换广告顾筋骨的嘛，结果像啥讲，伊逐期都甲我写，讲着即句掠长补短。这原来甲华语的成语差一字呢。华语啊，国情啊，我知，截长补短，截长补短，无毋对。毋过讲截长补短，大家听较无，所以老辈人因会晓改，改一字白话或者掠长补短，大家就听会捌啊。讲兄你免烦恼，是安那叫我免烦恼？我一人手比对伊的伊仔为对面，大家咧看电视，你甲看电视新闻，哇！伊隔壁旁迄个饼介绍，迄个主持人迄个警察抓去啊，原来拢卖假药，才有才调卖甲遮俗啦。啊，讲兄看到新闻安尼报尔，只做一个清心尔。讲赶紧的3万的冠军茶，我跑来请你，咱来谈天说皇帝。即句谈天说皇帝，迄若甲华语的成语比较，有哪共款，差一字。华语无毋对。国情啊，你一个讲我就知，谈天说地嘛。毋过民间大家拢嘛讲谈天说皇帝，为怎有即个灵感变化？啥物人说的？坦白讲，我毋知。毋过改了真好呢，表示讲吼，皇帝的代志13天地外，咱得清盈清心，才有才调安尼开讲。对啦，来啦，冠军茶听出来请，咱来开讲破头研究台语的艺术，感谢。